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氣報告。我係張佳俊。偏東氣流正影緊廣東沿岸地區，而一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可以見到一道雲帶啦，就係覆蓋緊呢一區啊。不過啦，雲帶都唔算好厚實，所以我哋預計啦，今日喺雲罅之間都係有啲陽光㗎。咁而嚟到朝頭早嘅7點鐘，睇睇各區氣温啊。市區嚟講啦，都普遍介乎喺15、6度左右，而新界啦就再低幾度。咁所以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，都不妨着多件衫啦。咁而至於之後嘅天氣啦，我哋預計偏東氣流啦會喺聽日開始有所緩和，而去到呢個星期嘅中到後期啦，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啦會為沿岸地區帶嚟啲大致晴朗嘅天氣，而呢一區啦日間天氣啦係和暖㗎。咁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會係短暫時間會有陽光，朝頭早天氣清涼，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啦係會上到19度左右，而風方面咧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初時風勢清勁。而至於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計啦之後嗰幾日啦都係大致天晴啦，日間和暖啦同埋乾燥，但係朝頭早啦天氣咧都仍然清涼㗎。咁今次嘅天氣報告咧就講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